继续来看的是这个时代力量的主席柯显智，中昼开记者会来宣布辞掉党主席。发生了许多的纷扰，造成了支持者以及社会大众的疑虑与失落。就此，我在这边宣布辞去时代力量党主席的职务，负起政治的责任。我要向我的团队深深的一鞠躬，感谢大家的辛苦。很可惜，我个人能力不足，无法再带领本党完成使命。若党有需要的话，我也愿意披上战袍，为时代力量到艰困选区来奋战。柯显智是这两个原因：第一是党内出现着路线之争，发生立委林长佐退党的事件；第二是7月底，因的立委高路义勇来爆发着助理清领补助费的争议。搁来要来接这个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咧，嘛来引发着外界的好奇。